台中市政府甲丰岛老人基金会来合作，甲这个市长的官舍重新改造来营业。今年是5周年庆，推出着展览会，邀请着高龄8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来分享着因愤怒拍哩的梦想。 老阿公打扮甲真死行，搁展现出伊的车艺，真派上上已经96岁。台中市重视时代福利和丰岛老人基金会合作，加固市场官邸重新改造，推动时代就业、经营共创。营运已经进入第5年，让年轻人更了解长辈。 让长辈能够更多的跟年轻世代来互动。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场域，那透过像这样的展览，那邀请人来走进这个一中商圈里面去体验这些年轻的潮流文化。这摆5周年庆，基金会推出本农仪式青银对外活动特展，邀请8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分享本农的梦想，体验一中相关潮流文化和家翕。真侪时代拢讲翕相的时，都拿回去到少年时代，嘛有人看到超越年龄的本农风采。我觉得很新鲜啊，很感觉的，年轻很多啊。82岁，感觉到说，怎么会比年轻人还漂亮？基金会表示，感谢台中市政府和各界支持，才会当予追梦的动力，触动时代学习力和活力，嘛有无共世代看到无限的可能性，嘛希望更侪人拢会使参加了解，和社会大众做伙捌老、迎老，唔惊老。